你好，今次係我哋第二次合作。咁喺7月份嘅聯儲局議息果然維持利率不變。咁喺9月份，你又認為佢加息嘅機會有幾高呢？對長債嘅息口又會有啲乜嘢影響呢？嗱，喺8月份公布嘅美國就業同埋通脹數據咧，都係降緊溫嘅嚇。就業數據連續幾個月都係降溫添，咁通脹亦都係同預期一樣受到控制。咁所以我覺得俾到聯儲局一個幾強嘅理據咧，係可以喺9月份咧係維持利率不變嘅。咁但係我諗即係話市場人士都會有一啲諗法，就係可能因為中期選舉嘅原因咧，即係聯儲局故意咧係拖延呢個加息嘅決定，咁所以令到長息咧有機會係會被輕微推高嘅，因為美國嘅通脹咧似乎仍然都係高過個央行目標水平嘅，咁再加埋即係話美國嘅財政赤字啦，今年以嚟全個財政年度有機會超過2萬億嘅，咁同埋日本央行咧可能仲有需要係去干預個元匯嘅，咁日本央行干預元匯咧，有啲人會擔心佢需要沽美債啦，咁所以如果個日元嘅匯率翻去160水平以上，同時間美國個長息係即係話一路衝高嘅話咧，咁所以我覺得喺9月份呢個議息會議過咗之後咧，美日央行有機會需要再干預，咁啊令到個長息可能係先衝高之後咧，喺干預嘅情況之下咧，係先至慢慢回落翻。喺過去嗰1個月，人民幣錄得2年最大嘅升幅。咁嚟緊，你又覺得人民幣會唔會維持呢一個升幅呢？嗱，美國延後嗰個加息決定啦，咁再加上美日央行有機會再干預個美元對日元嘅匯價，令到美元係回落啦。咁再加埋即係中國自己嘅貿易順差一路都維持一個好高嘅水平嘅。咁中國喺過去呢個月嘅貿易順差仍然維持住1000億美金以上嘅，咁所以全年都會係過萬億㗎啦。咁我會覺得中國會容許人民幣升值嘅意願係大嘅嚇，因為好多人雖然擔心貨幣升值可能會影響嗰個出口，咁但係中國而家嘅出口其實大部分都係以高端嘅產品為主嘅，咁亦都佔咗全球嘅出口係1/3添，咁所以對於好多其他國家嚟講，中國嘅貨品變成咗一種必需品，咁匯率其實升幾個 percent 對於呢啲貨品嘅影響力嘅競爭力咧係影響唔大嘅，咁所以我會相信人民幣係可以繼續持續升值，咁同埋升值咧其實係有助人民幣國際化嘅，亦都會令到資金係有一個吸引力咧係可以回流翻去國內，咁所以我估計人民幣去到今年底應該會逼近6.70對1美元嘅水平啦，甚至乎可能低過6.70都有可能。港股喺7月份都迎嚟非常之好嘅升幅，唔知呢個升幅你認為可唔可以維持到年底呢？港股同美股你又會點揀呢？嗱，7月份港股回升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，就係因為美國嘅半導體股份啦，同埋亞太區嘅半導體股份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向下修正，咁資金咧就流入翻港股啦，同埋一啲中概嘅科技股。咁同一時間咧，中國嘅一啲AI 嘅模型啦，同埋一啲嘅芯片嘅技術有啲即係突破啦，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外資係流入嘅。咁中國嘅即係話 AI 同埋晶片產品都係一個即係性價比係相對吸引嘅。咁加上咧港股嘅估值都係一路偏低嘅，咁所以我會估計隨住美國聯儲局即係9月份多數即係唔會加息住啦，咁我相信港股喺嚟緊呢1-2個月繼續上升嘅空間係有嘅，可能去到年底嘅時候有機會靠近翻今年年初嗰個高位嘅水平嘅。咁如果再睇遠少少咧，即係喺中期選舉之後咧，其實預計美國嘅國會咧，即係有機會係即係話會變咗一個分治嘅狀態。咁即係話未來1年嘅美國嘅政情咧，會比較係一種接近停擺嘅一種狀況。咁對於美國政府嘅施政咧，係會有一個障礙，對美股係一種即係叫多咗個阻力啦。咁所以去到明年嘅時候咧，港股有機會係可能係會可以進一步咧係跑贏美股嘅。呢個好好消息喎，唔該晒你啊 Rex。